上帝的疼。自从失去自由了后，我的负责人摕一本白话字圣经，互我做伴，惊我踮家乐中生活打扫无味，互我得到肉体安静，甲心灵上创伤的医治。这本圣经对我有真大的帮助。这2年来不足的黑暗，上帝慢慢甲我透开。受起这半生因为我白的热情，为国家民族设想，总是这款的下场。安尼落去，这毋是白费我的一生吗？伫课文中挣扎一段时间，看到一则圣经：人出世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。马可第10章第45节，因为真主教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保险伊的性命来赎回做人。所以，就像果子若成熟，才会吸引人。同款人若要成熟，需要有温柔和蔼甲贴心，才会进入成熟的阶段，才会受人采用。想到这点，渐渐心情开拓，互我有一个决定，唔通浪费这段时间，好好保养身体，认真读圣经，充实家己。设手术部差不多来到绿岛，也经过将近2年。有一日，男友人手动脾气，讲我是一个外科医生，若万一男友发生毛肠炎，怎有办法处理？突然叫请我为这事认真去思考，我才想到这件代志真重要，所以决心试探馆长的意思。就虽然伫孤岛气候恶劣，船天灾时发生急性毛肠炎要安怎？伊我就问我若有法度手术，就要准备。叫我提出所需要的机械甲备品的目标，开始准备设立手术部。真欢喜会当拄起男友对毛肠炎所受的性命威胁，真拄好阵容也交备。这道车以外，第一座手是妇产科医师王定秋，第2座手是所有片气皮科医师，第3座手是吴宝珍皮肤科医师。另外一位吴兴林肝科医师等护士长，负责手术中管理一切细部消毒处理。这款阵容伫大学病院也算一流中的一流。伫遮尔偏僻落伍的所在要做大手术，实在一点仔都无看头，心内非常不安。总是要紧的事却也到啦。第一位患者来诊察是非常慎重检查，结果诊断决定是急性毛肠炎，随时准备手术。头一摆的手术大家真紧张。但是我颠倒较冷静，因为心内祈祷上帝，互我受起受测验的机会到，也过正常的心。上帝赐我勇气甲智慧来完成这件事。手术一切顺利，入院头一暝做营养师，无偌久就发热体寒一直准。感谢主，主体热下了后，连鼻就这液体，安尼第一暝平静过。1礼拜顺利放线，算做完成任务。互阮医务人员，今后搁较有勇气来担当这项事。以后3年中间，就也手术室的毛肠炎，互我搁较体会到互人采用的喜乐感。